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3章。拄迄个时，有几若个人来，对耶稣讲起彼拉多杀死伫祭坛献祭的加利利人的代志。耶稣应讲，因为遮个加利利人受即款的灾难，恁就想讲，因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有犯较重的罪是无？我甲恁讲，毋是，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。检采，恁嘛想讲，西罗亚的塔倒落去的时，互伊地势迄18个人，比住伫耶路撒冷拢总的人有犯较重的罪。我甲恁讲，毋是，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。后来，耶稣甲因讲即个譬喻，伊讲有一个人伫伊的葡萄园种一丛无花果树，伊来迄丛树找果子，毋过找拢无。伊就对顾园的人讲：“你看，我连续3年来即丛无花果树遮找果子，找拢无，甲伊藏起来。”那着留伫定所在。迄个顾园的应讲：“主人啊，搁甲伊留1年，我来掘四边的土，搁落肥。明年若有结果子就好，若无，则甲伊藏起来。”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伫一个会堂内得教示人。有一个妇人人，互邪神附身。破病18年，身躯弯翘，剩袂得。耶稣一个看到，就叫伊来，甲伊讲：“妇人人，你的病已经好啦。”耶稣用双手甲伊按，伊的身躯随时剩得，就归荣光互上帝。不过，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伫安息日甲人医病，就真受气，对众人讲：“咱有6日通做工，要医病，就伫即中间来医，毋应该伫安息日。”主应讲：“过好的人，恁逐个人减无伫安息日对条呢、偷牛也是驴牵去啉水。”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已经受撒旦束缚18年久，伫安息日甲伊讨放，减毋应该。耶稣讲这话的时，伊的对敌拢感觉见笑。所有的群众因为伊所做一切奇妙的代志，拢真欢喜。耶稣讲：“上帝国亲像什么？我着用什么来比评？上帝国亲像一粒芥菜籽，有人摕去压伫家己的园里，芥菜渐渐大丛，成做树，空中的鸟仔嘛伫树基做寿。”耶稣阁讲：“我要用什么来比评上帝国？上帝国亲像架母，有一个妇人人摕去染伫3斗面粉做火锹，最后规个拢发起来。”耶稣经过城市甲庄脚，去耶路撒冷，沿路教示人。有人问伊讲：“主啊，为得到救的人真少是无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着尽力对话的门入去。我甲恁讲，有真侪人想要入去，也袂当入。”主人起来关门了后，恁才徛伫门外拍门讲：“先生，请甲阮开门。”伊回应讲：“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。”迄时恁会讲：“阮捌甲你做伙啉食，你嘛捌伫阮的街路教示。”毋过伊会讲：“我甲恁讲，
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，恁遮个做歹的人拢离开我。恁看到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甲所有先知伫上帝国的内面，家己却受赶出去外面。迄时，恁会伫遐啼哭、家己切齿。人会对东西南北来，伫上帝国坐倒参加宴会。安尼，上落尾的会做第一，第一个会做上落尾。拄迄个时，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，我来甲耶稣讲：你着离开遮，去别个所在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去甲迄只狐狸讲，你看，今仔日、明仔载我赶鬼、医病，第三日完成我的工作。虽然是安尼，今仔日、明仔载甲后日，我一定着继续行我的路，因为先知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，互人杀死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你杀死先知，搁用石头钉死上帝册来你遮的使者。我偌侪遍爱要自集你的囝儿，亲像家母自集家仔囝，甲因压伫石鼓下，恁拢无爱。恁看，恁的厝为荒废，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恁绝对看袂到我。直到恁讲，奉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